继江10档的第10天的台中爵士音乐节哦，这个月13开始，也毋过逐天的暗时哦，音乐节结束的时，现场拢有真侪本色。市政府是强调讲，除了会加强来摒扫甲分类，嘛呼吁民众哦，要离开的时，都毋通甲本色留伫现场。台顶的表演当咧进行，大家听众听甲真入迷。除了野餐，搁了食一个，也毋过看这场所4颗位啊，拢是留落来的本色，也搁有啉煞的酒干啊。这款的情景就出现伫台中的 Jazz 音乐节。啤酒啦，乱丢啊！我们来就是都要捡就很多就对了啦。有的都会乱丢啊，丢的话我们都要拿出来分类啊。清洁人员讲，为着赶伫拜一上班进前，赶紧恢复环境，透早4点就开始来摒扫。因为10月15是假日，参加活动的人较侪，本色也别亮，一直到今仔日早起10点才清理好势。10天的台中 Jazz 音乐节，对这个月13开始，逐天拢有活动。不过民众嘛烦恼会带来真侪本色。如果很麻烦，就带回家丢。自己带回去啊。为什么？就不能乱丢啊。市府表示，目前伫个中地4颗位啊，规划4个大型的收本色的地点，除了加派人来进行分类，也会加强清运作业。当天的垃圾，我们当天晚上就会上垃圾车跟资源回收车把它清运走，不会留在这边有一个垃圾过夜的情况。环保局现场就会有派驻2台资源回收车跟垃圾车在现场，所以他们只要一打包完，我们就会直接上车。那不够的话，我们会再调度车辆过来做一个支援。市府表示，今仔日开始到10月2日，逐天暗时主舞台拢有活动。除了较接来收本色，也提醒民众本色毋通等涂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